体育署调查上届新的2023年运动健康，六都的民众大考的比例，在台中已经拼过台南咯，变做是上届大考的城市。有民众讲台中有真侪好食物，专家是讲认为这物件要食是真方便，干那要食唔运动，才是主要变大考的原因。 好料理食了过多，体重嘛会得咧加悬。体育署公布上新运动健康的调查，2023年六都市民身体质量的指数，也就是 BMI， 显示体重相当，大考人口的比例，台中市超过永年上悬的台南市排第一。在地民众认为是料想会搞的代志。常常吃东西吗？太多东西太好吃了，所以常常吃东西之类的。大型的火锅店啊、烧肉店啊，都在台中。我看游客来都会去体验看看。对，我想应该是台中的美食很多吧。体重相当，大考人口的比例，六都的排名，台中是42.9%，新北是42.1%，桃园甲台南是41%，过来是高雄甲台北。医师认为讲，都会区其实拢有大考的人口加悬的趋势，主要是因为要买食是真利便，也有台湾不爱运动的人口比例悬所在。取得食物方便又好吃，当然第一个就会吃得过量。那第二个，事实上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在 OECD 的国家，事实上台湾在不运动的比例啦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都是排名是前几名的。体育署的资料也佫显示，台中市25岁至49岁的民众有规律运动的比例是25%以下，有可能是排六都第一的原因。运动局局长讲，目前有几个行政区成立起运动中心，会鼓励民众运动。 各区域的部分，包括了北屯、清水、太平以及丰原等国民运动中心以及乌日的全民运动馆，正在积极建设的时候，未来完成之后，将能够更鼓励民众参与以及运动的部分。医师建议，民众若要减肥，会当先控制食食，食饭的时间有规律，照顾把握3项的原则，也就是1礼拜3天至5天，每日该30分钟至50分钟运动的惯势，就会当豆豆变较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